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咪啊，今日又幫大家揾咗套靚嘢啊，全新豪華裝修，未入住過㗎。呢層樓嘅特點呢，就係有個80平米裝修好嘅大露台啊，哇，冇得彈啦！呢個大露台裝修都使咗15個㗎。咁呢度咧去種花、養狗、燒烤、聚會、飲酒、吹水、賞埋魚都得啊！呢度就係你嘅私人花園，享有永久嘅使用權啊！咁我哋而家即刻入去睇下呢間屋嘅細節先。呢個小區位於中山港口中心地段，保利國際廣場小區，位置好，花園大。小區自帶大型商業體，更有5星級艾美酒店。酒店6樓有健身會所，有恆溫泳池啦、桑拿、按摩都有齊晒。隔籬就係商業體啦，商場、超市、電影院、唱 K 都有埋。旁邊仲有免費嘅兒童公園啊，每日都好熱鬧，好有生氣㗎。左邊就係中山城北高速口啦，去其他城市超方便。呢度位於港口中心地段，港口最完善嘅區域就喺呢度啦。對面就係萬文匯商場，目前最旺嘅商業體嚟㗎，都有超市啦、電影院、會所、泳池㗎。而右邊就係濕地公園同埋香港直通巴士站啦，每日都會有好多班車來回香港㗎。再睇翻呢間屋離中心區域嘅距離先，為咗更直觀，我決定飛俾大家睇睇。可以見到保利呢個單位其實係2個商業體隔離，唔遠㗎，行過去都係100米就到，飲茶食嘢都超方便。小區樓下就有各種生活超市。呢個露台花園係比較新穎嘅裝修設計，花園面積80平米，全新裝修。左邊做咗水池可以養魚，中間係過道，右邊可以改種植區。而家有做燈同埋燈帶嘅，睇下呢邊，哇，真係超寫意啊！從左至右嘅牆邊做咗個 L 型嘅種植區啊，有張弧形嘅長卡座喺度，中間一張大長台啊，仲有埋張大嘅戶外定制洗手台，喺度洗嘢燒烤都得啦，唔需要到廚房洗錢添。隔籬咧仲有一個雙人嘅陽台庭院千秋吊椅啊，我坐過，舒服到唔想走。成個平台俾人感覺好似住別墅咁，得閒約翻3、5知己喺度燒烤、飲酒、飲茶，真係正啦。呢度仲有個洗衣區域啦，都好大噶，嚟到現場睇下，你肯定中意嘅。我哋而家又去睇下呢間屋嘅裝修先。廚房超大啊，我覺得可以企10個人都唔止啊。櫥櫃全部都係品牌烤漆櫃面，入戶花園大玻璃密碼鎖，到頂嘅大鞋櫃全部都有啊。120平米客廳夠晒闊啦。呢個大餐台、餐邊櫃你滿意啦啩？全新裝修，電動梳化、中央空調、無主燈客廳全部俾到你，全部品牌嘅材料，做晒護牆板同埋背景牆㗎。呢邊仲有個花園景觀大露台，南北對流設計，超通風。睇下我哋3間房先，客房都好大喎，仲有埋個背景牆，衣櫃全部都做好晒，都係做到頂㗎。呢個洗手台設計好有諗法喎，公共衛生間做咗3段式嘅設計，呢個踎廁可以換成馬桶嘅。睇埋兒童房80米嘅設計啦，買張床墊就搞掂晒，超多儲物空間啊！主人房有衣帽間設計，隔離係獨立衛生間。空間夠晒大，呢個馬桶牌子嘢嚟㗎。睇翻個房間先，哇，2米床隨便擺啦，一樣到頂嘅大衣櫃啊！好啦，呢間屋已經睇完㗎啦。咁中意呢間屋嘅朋友咧，可以隨時聯繫翻阿咪嘅，阿咪帶你嚟現場即刻睇睇。咁我哋今期分享就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